今年78岁郭英峰是现任国民党中评委、考纪会副主委，也是全国行政顾问总会营务理事长。曾经担任台南市府甲议会机要秘书、台南市议员、国民党驻法会副主委等职，历练完整。不过郭英峰未因此就停止学习。伫5年前，先进入中央大学进行1档的先修课程，佮接受连续4档的博士班学习。伫今年完成了博士学位。我已经高73岁的年龄，还有这个勇气去追求我一生没有的博士学位，这是我最难忘的。还有，我既然要读了，我就坚持我一贯的行事作风，认真学习。虽然是无人文，但是现在我成功了。我觉得呢，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最主要的目的是鼓励青年人，年龄不是问题，最主要要有意志，就会达成我的目的。那我非常感谢我这5人当中，给我的指导的恩师，还有给予我国际博士学位的学校各位帮助我的人，我非常感谢。伫博士班的课程中，郭英峰除了一届陪同当时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往中国大陆进行红十会有请假以外，伫这5档学习中，完全是毋捌请假。伫师长甲同学眼中，郭英峰是一位实践终身学习的楷模。我5年当中，我唯一的缺席一次，就是在3年级的时候，跟洪秀柱一起到北京红十会，因为我没有办法赶回来，唯一5人当中就是那一天、那一课、那一堂课呢缺席，其他我风雨无阻，我从不缺席，所以学校都知道我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呢很认真，这个上课上学，我终于达到我最后的目标。讲到红晒郭英峰的学习精神，太太陈美华口中是满满的钦佩和疼惜。他不止努力学习，他还拿到奖学金。对。他是每一班都第1名，分数都是拿到95分以上的，所以很值得恭喜。这表现说他很认真的在每天都很认真在写笔记。认真在记事，然后回家还在看书。我每天早上9点就在看，他在看书，那晚上也看书，快要变成书虫了。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中央大学毕业典礼改为线顶举行。6月26日，郭英峰将穿着博士袍，为中央大学校长李永龙的手中摕到博士学位的证书。郭英峰也是今年全国取得博士学位上年长的一位。伊鼓励有志向下的人，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心，就要勇敢的迈向终身的学习之路。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